攻略一：配合文化。見傳統大公司穩陣嘅深色西裝係基本，但如果係型格初創呢，就要加啲換味元素啦。例如跳脫嘅配色或者藝術感飾品，嚟展現你嘅獨特品味。攻略二：釋出真我。從事創意行業嘅朋友仔，更加要着得有個人風格。例如用有吊染效果嘅格仔衫，內搭黑 T 恤、黑褲同酒紅色高筒鞋，加埋部靚相機做道具，就令到整體造型充滿藝術感啦。攻略三：細節決勝。唔好以為黑西裝白恤衫就悶到爆，如果加條有心思嘅領帶同埋型格呔夾，仲可以摺起袖口，露出你嘅手錶，即刻為沉悶造型注入個性。另外揀黑白間恤衫，可以令你望落更修長，氣場都勁啲。記住，面試官最鍾意留意細節㗎。攻略四：微化雙修。企理嘅髮型係門面擔當，而修整得宜嘅眉毛更能凸顯面部輪廓。男女生都應該修眉甚至畫眉，唔單止提升顏值，仲俾人一種專業細心嘅好印象。攻略五：科技加持。揀隻設計簡約嘅智能手錶，幫你監測健康、顯示行程，同埋有更好嘅時間管理，絕對提升你嘅專業形象，展現效率同埋科技感。攻略六：腳下生風。男生可以揀經典嘅布洛克鞋或者僧侶鞋，女生可以揀芭蕾舞鞋、樂福鞋，型啲就配短靴。攻略七：香味印象。好睇小味覺嘅力量，男女生都好，淡淡嘅清香，絕對為你嘅專業形象加分，俾面試官一個舒服又難忘嘅香氣記憶。攻略八：視像吸睛。視像面試係新常態，所以上半身嘅穿搭特別重要。記住上衣唔好太低胸，揀啲別緻嘅領口設計。男生可以喺西裝領或花紋上加啲心思。